60年代香港生活雖然比50年代改善咗唔少，但係仍然算唔上寬裕。對鍾意睇書嘅，買書亦都係一種負擔，而且家居淺窄，藏書亦係一個難題。香港公共圖書館亦都只有位於香港島天星碼頭附近嘅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同埋位於窩打老道回正中學旁邊冠華園大廈低層嘅市政局窩打老道圖書館。喺嗰個年代已經算頗具規模，中英藏書雖然唔算包羅萬有，但係已經分門別類，每款書種都起碼有一啲藏品，仲設有兒童藏書區，無疑係睇書借書嘅好所在。當年電腦仍未普及，圖書儲存、放架、借同埋還，所有記錄全部都係人手操作。讀者要揾目標書籍，就要喺木製嘅卡櫃翻查一張又一張嘅圖書擺放位置資料卡，有時甚至要揾管理員幫手。由於資源有限，市民最初只能夠申請2張，後來增加到3張，好簡陋咁套上膠紙嘅紙質圖書證，而每證只能夠借書1本，而且限借2星期，可以續借1次。過咗期，每日就罰款5毫。不過如此一來，亦都為借書人添加咗定期睇完一本書嘅動力。借書嘅時候，管理員為借書人喺書嘅背頁用日期印上還書日期嘅叱咤兩聲，相信亦都為當年嘅少年讀者、今日嘅公公婆婆帶嚟唔少思古幽情。資源有限，亦都使到圖書館挑選藏書嘅門檻相對高。一般流行小說，例如瓊瑤、伊達、嚴沁等等嘅作品都唔會上架。就算當年有大量讀者今日已經上咗殿堂嘅金庸武俠小說，亦都唔例外。要睇呢啲書，只有到坊間去買，或者去租書檔租。呢啲亦都反映咗嗰個年頭流行小說、武俠小說縱然廣受大眾歡迎，喺文化界嘅眼中就唔係嚴肅嘅作品，並唔入流，地位偏向低下，亦都普遍俾文化中人睇唔起。圖書館當然雖然話算得上頗具規模，比起今日嘅空間就細得多啦。館裏面雖然都有報刊雜誌提供，但係好似今日特設報刊雜誌預覽區就不可想象啦。更遑論附設學生自修室嘅服務。館中有份量嘅中文文史哲、小說、散文書籍，喺書架上隨便可以揾得到。搜羅民國時代文學作品嘅中國新文學大系，就能夠提供當代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嘅一個橫切面，亦都間接提供咗中共如何以左翼孫起家繼而奪政嘅第一手材料。殷海光嘅邏輯新引領文青進入邏輯思維嘅奧秘，對當代香港文青嘅獨立思考啟蒙功不可沒。80年代社會逐漸進步，窩打老道館址不敷應用，搬咗去培正道同埋窩打老道交界處獨立成館。公共圖書館逐漸遍布港九新界各區，流動圖書館亦喺仲未有圖書館嘅地區投入服務。全港最大嘅公共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亦都喺2001年
喺銅鑼灣正式落成啟用。喺嗰個時候，科技開始迅速發展，搜尋書籍資料逐漸用電腦去取代木製嘅卡櫃，借書證改用電腦卡，甚至登記咗個八達通，智能電話都可以自助借書，藏書亦都越嚟越豐富多元。時移世易，流行小說、武俠小說亦都慢慢進駐公共圖書館，金庸嘅作品更加進入咗殿堂。科技甚至帶來咗電子書、多媒體影音同埋各種各式嘅電腦輔助功能。如今人工智能 AI 更變咗新主角，新時代、新科技，香港圖書館傳播知識、啟發智慧嘅功能理應越發強大。但係97歸共後，呢啲預期就全部落空。喺97後嘅初期，特區政府已經溫水煮蛙，用小動作將有份量嘅意見同埋思想類書籍靜悄悄咁慢慢落架，要預約先可以借閱，而且只限於喺館內閱讀。又將大量知識工具書同埋流行消閒嘅書籍放喺當眼處，用意在於使市民懶於思考，達到愚民嘅目的。國安法實施咗之後，港共政權更變本加厲，全部對中共政權有異議或者不利中共監控人民嘅書籍，全部掃地出門，換以中共嘅政治文宣，篡改歷史。館員自我審查，藏書趨於單一，百花齊放景象不再。圖書館外表依舊明亮，但係就再唔係尋找真相之地啦。龐大一所，設備齊全，又有高科技設施嘅圖書館，就只剩返一個華而不實嘅知識農奴，同埋退休阿伯用嚟瞌眼瞓、嘆冷氣、消暑之地。